看台师大女子脚球队的队员，顶礼拜是向立委定情，讲因亲像白鸟似，配合国科会计划哦，逐工拢爱抽花。今仔有学生哦，搁再出面指控讲台师大的回应有部分毋是事实，佮讲迄天教练又搁威胁学生，互因是真惊吓。教练曾以语言威胁要求不抽血就得离开球队，这一点可以证实。要出教练过去捌用言语威胁，讲若无要抽花，就要退出球队。台师大查某脚球队的学生讲较目眶红，有今年退队的学生讲，对于大学一年休寒休热开始，逐工就配合教练是按抽花，实在嘛无法度对其他的家长甲学生讲，惊体育是一条好路。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影响了我们很多，不只是生理，心理上的压力也是。立委陈培如指出，在月28这件代志曝空，校方讲所有参加的学生事情拢已经有了解，而且有同意。不过学生只是讲，知情同意书甲抽花同意书拢是实验结束了才摕互因补签的。当到暗时，佮教练佮直接来找学生，讲要约谈。我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么叫他来救你，不然今天就耗在这，因为我也一夜未眠。他威胁那个学生，如果你不说出来到底是谁要害我，这就是教练说的，他就要把他关在这个研究室里面哦，大家都不要回去。台师大表示，教练是想要甲学生沟通，无想到讲电脑引起误解。对在月29开始，已经暂停教练甲助理教练的职务，组成霸凌调查小组，研究伦理部分在月28嘛已经启动审查。今天就会做那个实地的这个查核，所以很多的一些细节也会在这个调查里面会去把它理清楚。陈培如强调，学校甲学生目前双方无啥信真，应该另外提供心理辅导。台师大学大会表示，学校有超过30队的运动校队，所有校队运作甲相关计划，拢应该全部检讨，避免搁再发生类似的案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